国家的，他袂使去学习。但是因为这个人啊，他自我意识形态太自我，受过因左强，叫安怎？叫霸凌。这稍微比人国家还是霸凌，讲他抢我的贴纸。你讲嘛，这检察官做了头歹，修学道，要安怎来谈法？要安怎家己会当来压较低来，唔通遐想法，唔通遐想法。所以，因为咱拄则讲的，无人自尽医生，自尽医生的意思，头低，蹲在那里，跳在那高，袂使多多在想。修学道，修到无去了，真正呢，现在我是继续学这个。有阵时咱想讲的修得足简单的，拄着境内底，咱挡袂了。甚至呢，咧外省呢，咱车咧开咧，甚至当中呢，因为伊只要听人家电视以后，袂使安尼听无。甲你经理咧身边，要甲你检车，检车意思热，要甲你，你来谈问啊，是的，因为伊骗到那个地界边啊，你嘛骗到听我路着，安尼甲你检车，要来甲你死命，你跟谈问啊，是的，这个社会是安尼听，这社会是作吹叫你听，啊，今日去你也讲袂落去安怎？环境，无定就去生命，无定就去怎么形成本钱的话，所以这社会就比较安难。所以咱要做，咱要模拟自己意识，自己就是把握所有代志拢把清嘛，所有代志拢慢慢练习，所有代志包括这自我意识在那表，包括这意识主观在那表，真正家己handle落去，把因为这自我主人把控制落来，最大敌人就是自己。最大成就就是自己，最大失败的自己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所以这点呢，你要了解。所以不言，随意先见见不到见。当然，这句话呢，迄个规模结构内底当中传话啦吼，这个不言啦吼，咱当时做规定啊，照着规模结构内底这句话。随其心情就不到，不到你对人所在，心就是不到，不到就是心。今日你对水不通，你要对水天堂，你要对水地堂。天堂甲地堂是你一个心呢，咱过去有一个相分咯，有一个当中，迄个志气炳然啦，威风凛凛嘛，就去拜见的时啊，修学的书啊。这个修学师啊，伊就讲，这修学师讲，伊在要修道，就讲，你去甲看那是道夫啊，道夫啊，开始啊，你那个你个当中啊，你个修道啊，你个上分呢，就安尼听着这个道理啊，你做起来就对书讲过来，阿弥陀佛，就是阿弥陀佛。你看前这个地方，所以了解了后，家己做了足济，唔对，嘛对事对象，足济对象，当中也插会，阿弥陀佛，这是天堂。天堂甲地狱就是以心当中造出来的。当你今日你起无明的时阵，迄叫做咱人叫做道。一个人，你开始无明的时阵，你了。你在抓狂的时候，他在疯啊，迄个人伊真个笑，迄个人真了，大细声吼，迄个时阵你在笑，狂嘛，迄个笑。咱今日一个狂笑，咱人笑的不是人呢，那不是人。所以今日咱现在狂，就是咱的心已经行落了，静落了。咱听到一个代志，就去好件代志。因就参照咱好拄则讲，只有结婚，伊讲你若相信是道夫尔，伊就袂抗拒。我是一个大将军，你我是道夫，道夫你个就要谈。阿弥陀佛，地狱天前，
哦，当伊了解伊定个人对，都听啊阿弥陀佛天堂天经。所以天堂甲地狱是你一个念头所的。天堂这个所在，随你心情即有可证，即有可证。但是咱伫修行过来底当中，咱有时时刻刻咧关心咱即个土。咱嘛面讲，我今日安尼偌大成就，偌大威势，偌大偏偏我偌大安怎去着要甲伊安怎安怎。我甲你讲，迄拢毋是真正修过人的本质，迄拢是一个愚夫啊，愚夫啊，迄拢是家己展现他我慢，展现他的我慢啊，我能啊，哦，我吃啊，我妻啊，我给啊，我欠啊，有我啊。六祖大师要有我最提升啊！咱若做明星，咱拢是不会有这个物件，展现这个物件，你最提升。王公无比，王公无比，王公啊，无比啊，无比啊！王就是代表无这事，无我的意思。伊无我就是叫做大我，叫道。无我就是大我，有我，所以生出来。所以咱这个心免要修到无我，哦，无我无执，哦，无这个物件，哦，书本东方人啊，但心情即无罪啊，随西方人啊，心不净即有天啊。书本啊，吼，就是直接要个微气数，咱即个迄个咱迄个合作规定啊，直接要个微气数讲，你是一个东方人，当然咱中国这方面东方人啊，吼，但心情即无罪，当然天道甲地狱，咱以前拢是这样心，你今日虽然你这个心。言气无我，言气无我，证明该传。言气无我，言这一年，什么一年？咱给你一年，咱这跟一年生活，一年就是起来，一年起，无我就是这个无执着的意思。执着的意思，无我意思，无执着。你言气，你一年心法内底当中，跟言气无我，言气性空，言气性空无执，安尼你是证明该场。哦，伊来讲，但心情即无罪，意思讲你一年你无执着，你一年起无执着，你无去攀岩啦，你无去攀岩，我今日拄着代志。拄着一年的时阵，我开始计较，开始比较，开始执着这个物件，安尼有罪。言气就是拄则你讲的，吼，但心情即无罪。你拄着一年来到这个世界的内底当中，咱的心保持一种无量无着，那安尼当中咱最终无来。虽上人心不净，即有天啊！伊即嘛比较去西方啦。结合世界啦，这个西方啊，虽然伊心无净，这个天就是讲叫这个天叫做多叫做罪恶，叫做罪恶的意思吼。这个天，虽然你是一个西方人，西方人来啦，但是你心无净啊，即嘛是讲心的世界吼。心不净就天，东方人做罪念佛往西方啦，西方人做罪。念佛求和国啦，吼，这个来讲，当然做做念佛往生世界，咱即马世界人拢都是安尼，尤其你泰国人死以前，开始伊点死，开始在咧做功，因为叫做做功德，按做功德吼，因工厂
开业，啊，就爱叫非常来做工作。人死嘛，爱做非非常来做工作，叫非常来练，因为叫做非常做工作。就咱即句话来讲的讲，当人就是伊要做工，就是要互伊福报，要互福报啦吼，要求西方求到迄个福报，迄个净土，伊就做一个比喻啦。咱西方人念要去西方求到，啊西方人吼，虽是西方人心不正虔啊，但是因为个念佛哦，即个往求西方，啊西方人做做呢？念佛要去到一个国家，伊即嘛就是咱人做规定啊，伊用就是东方人甲西方人来做比喻，啊，但是伊比喻了做个比喻，重点一句话就是掠即个心来做比喻啦。简单讲起，即个十法界内底当中，拢是即个心所发言讲咱华严经啊，即句话讲，我哪讲三界有心。三界吼，三界有心生啦吼，万恶啦吼，万法啦万法有实现啦吼。三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有即个心生啦，万法有实现。色就是咱的意识，简单讲起，即个即个心识。伫咱的心的意识所生，所以一切就是咱，就是对你的心去转。换一个解释，咱今修道就是修这个心，修的这个心，所以就是讲，当你不离心，啊，爽不离心，啊，拍地不离点，啊，经学道学法不离心，学法不离心。所以其实安怎讲的道理，但是。只有要互你加强是你这心的力量，这心的力量，这心的力量，这心的力量就是要去管理家己。咱一定要注意，这个心的力量起来，毋是咧管理别人，因为心的力量啦，起来咧管理别人，这个色，这个色作用的，这个色作用。啊！但是你这个心的力量来起来，会当项目你家己叫做定，叫做定。转识心定，三心转数定，台湾价定，平等性定，成所作定，妙观察定，三心转数定。转会记叫做四定菩萨，转会叫做四定菩萨。所以今日合作来讲，一定爱去用功，对你心是用功。无论你有听到也好，无论你无听到也好，上紧重要下你下一句话，你下紧一句话，就是变咱家己这心管理好势。足重要，你烦恼你家己会，你家己想你家己会。所有的代志拢你家己的问题，所以这个我们叫元气无好歹，有一句话叫做元气。元气无好啊！无好处。这今年所生的物件无好啊！好歹你家己修。今年生活的物件，含你拢无一点关系。人咧讲是非，人咧批评我。人咧指责我，其实来讲嘅，即因为起来物件拢无好。但是好嘅在人生，因为你今日有去甲接受，即个内容，即个批评我，即个讲我，你有接受，你就没完没了。所以你家己真正的，你有即个物件以外，有你家己。你的真正没完没了，无论按照甲伊，要甲伊比较，要甲伊计较，要甲伊计较，要甲伊比较，有这个有计较甲比较的到点在山中无聊了，他你的惊袂煞，足侪代志都不会煞。本来就是即句话，你若无甲在意，拢总跟你无关
学道，就是学什物件，就是什么空界模式、新空界模式。这个来讲就是最简单的来讲，哦，心不静即有欠嘛，心不静就是欠就是做些罪过嘛。当人做罪，连本要救西洋嘛，西洋人做罪连本对一个所在，意思来讲，修行到对一个所在，你就心处处都是道妙，处处都是净土，所以来讲随机心静，即不透清。你若修到对一个所在，到对一个所在就是迄代志。你若要修理你出你家庭，你当修到做啥？你若唔修理到庙时，嗰啲是道理嘅事。唔是去到对一个所在，当别当你清净，唔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上爱对啦，上爱对，我就讲，你的观念，你家己这个观念好势，安尼这个你修成功。你这个观念袂好势，安尼修就失败。是你是10年、20年、30年、50年，你这个家己观念袂好势，叫失控，失控。失就是讲，你这个心。康好袂好势，心猿意马，你控制袂好势，你失控，你完蛋，失控你完蛋。就我拄则讲的，去到银行，要领钱，要甲取款着甲啥物，当面方面有失控无？失控，伊家己这是管理不好势，伊毋通讲来规矩，当来规矩就是安尼，你失控。但是我请你后头敢去，只是你敢去以后，你家己要行来做歹势，甚至你家己失控。所以咱今日一定要家己掌握你自己掌握得住。命你是命运的主人，咱你告诉我，念头是命运的主人，念头就是你命运的主人。当你是个妄念要出来当中，你还去把握落去，你甲控制好势。到尾些唔够管，唔够管就死，所以今日到这个所在了吼，啊，我时间到这广告了吼。但是你若做当兵所讲，你一定要下你的心，你会去话，唔是拢是别人身上。这句话10品，你若甲下入去，一甲听会入去，甲下入你的心里好势，你控制好势，你修就是好啦。免着听到这些。你今日若为了控制袂好势，无好个坚持你家己控制袂好，你到底手到我那是这个物件，拢做无好。望咱家己靠进步。我那时候讲，你们爱上边啊？后尾到尾10号，迄个印证啊，就话你们当着啦，你结果就3年咧，用3年，见车都出来开始。后尾你到大城市的车上开始，这样我是遐行到尾3年就马车，这样讲讲，不行，我某吼，讲我来吼隔壁咧，旁边行有差咧，讲我即马较唔错啦，讲我即马较比大表，讲即马吼我比大表吼，伊拢爱去他们抢，拄则我较比无爱去进步。有进步，啊，这就是进步了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众请起。感谢父前人慈悲前导玉鞠躬，坤道玉鞠躬，毕杆向无极老母行3公里前导玉鞠躬，再鞠躬。3鞠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鞠躬，坤道玉鞠躬，再鞠躬。3鞠躬，感谢父前人慈悲鞠躬，持架向无极老母行3公里前导玉鞠躬，再鞠躬。3鞠躬，持架前人一鞠躬，送架父前人一鞠躬，持架点观世一鞠躬。坤道玉鞠躬，再鞠躬。3鞠躬，持架前人一鞠躬，送架父前人一鞠躬，持
驾点完水鞠躬。好，大家晚安啊，晚安。感恩。